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已经执政9年啊，不过这几年有真侪政策民众都无啥满意，包括物价抢悬、无厝通睡等等。杜鲁道的支持度即阵是跋甲剩2成外。杜鲁道刷落来，甲面对国会无信任投票的罢免提案。加拿大总理杜鲁道25伫内都小屋接待法国总统马克宏，迄天加拿大国会举行对杜鲁道的无信任投票。 将其尾以211票对120票驳回保守党的提案。I don't think Canadians want an election. What they want to see is politicians, legislatures working together and working for Canadians. And we saw that 3 parties in the House can do that. There's only one party that can't. It's the Conservatives. 2021年加拿大顶一届的联邦选举，杜鲁道靠伊的政党甲左翼新民主党之间的协议，会当继续执政。不过9月初，新民主党领袖退出协议。 支持杜鲁道的领导地位开始未在，面对大领先的保守党党魁，一直希望会当提早选举，所以提出对杜鲁道的无信任投票。若要通过，就要得到新民主党甲魁人政团的支持，不过并无成功。What we're seeing today is that this House does not have confidence in the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in Canada. 杜鲁道今年52岁，做加拿大总理9年。 一直拢是以少数自由党政府来领导国家。根据民调，伊的支持率已经为头一届当选的时阵的63%，到今年6月落到28%。主要原因是因为民众对大的负担，还佫有生活开销增加，感觉真烦恼。今年热人，自由党伫多伦多甲蒙特娄2届补选拢失败。杜鲁道这礼拜接受访问的时阵承认讲，加拿大人伫包括油钱甲厝租等等的方面，大头是真重，当你经过真困难的时期。 不过，伊嘛为伊的领导能力来辩护。将来杜鲁道还阁要面临2项类似的无信任投票案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